後來繼續來看台鐵新左營站，昨暝有一個男子跳落月台，要到對向的月台，當時拄好一台自強號的火車要來通過，站務員馬上通知駕駛站，讓列車緊急打檔來暫停，並且去攔查迄位男子。初步了解，迄位男子是坐火車坐過站咯，才會做出這種喊告的舉動。穿藍色衫，這個查甫人想要為月台跳落去，站務員看到了，加扭掉咧。最後，這個查甫人就咧轉落坐，站務員又往加移掉咧，無要回過爬起來。較無3秒鐘，火車就到啊！後來警方接到報案，趕到現場。這個查甫人一日塗骹講，伊唔是要去高雄。昨暝7點半，台鐵高雄新左營站內，這個差不多60歲查甫人，就像安尼落車後，為第2月台跳落去，想要直接爬去到第3月台。是講當時135歲自強號就要入站啊，情況真危急，袂當讓伊跳落去。首先，我們做的是阻止列車的進入，因為那時候剛好135次要進來，自強號要進站，那他阻擋了135次進站，然後也把他的人員立即拉上來。然後拉到安全的地方。依照警方調查，這個查甫人是為屏東的枋寮上車，要坐去屏東的西市，敢若是上車後就困去啊，一路就咧坐到高雄新左營站內，這個着急想要跳月台搬車。這個太危險，而且會造成很多人的負擔。你翻了下去，不一定上得來。這個查甫人行為唔那危險，嘛好自強號，因為安尼慢3分鐘。行為人違反鐵路法，函轉交通部依法裁罰。這個查甫人行為除了造成自身的危險以外，佫會影響到火車行車安全，甚至都要負起相關的法律責任。